讲咱出来钓5个啦。是，大家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比奖金上至35000，互你砸上去哦！加油加油！好，今来介绍咱2队来宾，我这边先来，我的大家，哎呦，大家实在是真重要咧。菜芳啊人即嘛吼，菜芳啊来啊啦，还有电影的呀，嘿，要来给你宣传一下哦，我的队长菜芳啊来。小酒来看电影是一定要留咧一个啦吼，今日佫带伊的队友来啊，队友是啥咧？就是咱电影内面的演员啦。哎呀，电影明星上啊！重要哦，制作人拢来啊，哦，啊，董事长嘛来啊，真正有影，来介绍一下。好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汪志强。我自己。希望大家呢一定爱看阮的电影《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》。嘿，哎，这口啊到底是啥货？口啊看电影都再知啦。嘿，来对叫圈圈啦。哦，圈圈哦，是。啊，当时要搬。啊，这哦制作人讲，好来介绍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制作人陈慧玲。阮的我的婆婆，嘿，我大家，那个圈搞丢了，是咧正1月13咧播出。啊，大家呢一定要带恁的婆婆，还是爸爸妈妈，全家拢来电影院看电影。是，赞！欢迎，好来个介绍你。大家好，我是这部电影的监制嘛是董事长，我叫做吴明宪。除了哦，这真正固定的演员了哦，海报就哦，好特别来宾哦，嘛是真侪，你也看咱海报，嘿，来，是，来，不要贴这俩，不要，一个像，不能哎，你甲看哦，你看阮。伊拢演员嘛吼，啊，大家嘛，伟嘉啦、伟哥、苏伟，然后 Darren、邵伟一口来，哦，对，你看过冰下啦，杨明辉、燕佩、阿高、永兔，是，啊内面吼，佫有真侪特别来宾哦，特别来宾应该袂当讲嘛吼，特别来宾哦，用翕的就好咯，这个啦，啊加啦，加，阿高就侪人诶，哦，啊真热烈啦，都是正年头吼，大家来看一下迄落戏剧，嘿，吼今年的兔年的过较好，是，好来咱这边佫介绍你，大家好，我是幼璇。那是大家想要知影，我的婆婆把圈圈搞丢了，里面的圈圈是虾米人，你就爱看。我的婆婆第1月13，哎呦，袂歹，嘿，靠入去哦，要换恁去做啊，啊是安那甲这边的无共做，我唔知影呢。恁都无了解啦，你想讲宣传已经该结束啊？无啦，阮这边嘛是要继续宣传。我嘛是有演呢，我今仔日为什么会来这组？你敢知影？因为吼，我真正是。欠钱啦！我手头吼较硬吼，是。我若这组赢，啊奖金就是阮的。对哦。啊，若伊迄组赢，啊妈妈的奖金嘛是我的。你拢骗我的钱啦！无唔对啦，你去啦，你骗我的身躯，敢骗我的钱？妈妈你嘛唔偷啦，你的身躯够做啥啦？是，哇，真好，你看我就需要钱的。哦，金币，快出来！大概1月13号。紧去看电影，安尼我才有钱通赚。哎，对，一定爱来，咱国片较好啦。圈圈搞掉啊！但是你这队的队名足趣味的呢。哎，啊，我的队名就是少伟队的圈圈呐。哦，我想讲的话安尼是少伟队的蛋，拢会使解说。拢会使解说。啊，你若知影是圈圈是两，还是圈圈哦？啊，就看电影就知啦。哎呀，这就歹讲，咱嘛通讲是圈圈，就是少伟的朋友。我的好朋友啊，介绍一下，朋友啊，还有迄个拍卡球的，来介绍一下。哎，来蛋朋友来。大家好，我叫 Alan， 啊，我就足不幸的甲少伟足细汉踢卡球，踢到大汉。哎，欢迎，欢迎，搁上来去咧。水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Alice， 我是少伟哥国小同学的小妹，即摆嘛是伫咧医业界对上班。嘛是你卖药啊？阮卖细胞，嘛是伫咧癌症的。欢迎，搁上来去咧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海丽，人叫我海丽啊。我甲 Alan 讲话嘛是卖药啊。拢卖药啊，无共公司。是好，来搁上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阿焕，我唔是卖药啊。哦，加油啊！赶快加油！好，欢迎你。好，今日跟小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今麦欢迎咱的国文老师陈宏伟，陈老师，掌声欢迎。
色搁趣味。是讲台语绝对是新鲜搁趣味啦。好，咱要来拼哦，进来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我来讲，你来摇。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，另外4个人来摇，上尾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我来讲。你来摇。是什么会叫我来讲？你来摇？哦，这回合无，就是两边要派一个人出来。派一个人哦。咱2分钟以内看后壁的题目吼，用演的、用讲的、用比的，互家己的队员来摇。2分钟以内要上侪题的迄队，就使得到这回合的5000块。哦，5000块。嘿，答案拢伫后壁，尽量莫去讲到答案的迄个字啊。吼，好，来，咱即摆两边爱派一个出来验金吼。对。我替你验。我两个替你验。好，来。运气绝对最好。来。阿飞加油，阿飞！杨吉出来！男先，来，我的弟弟，我新妹诶，来，嘿，来，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，来，几个你？哦，2个你，我的下面那个芊芊不胖去，这是啥？大家。这个来，咱了拜拜爱插什么？插地队。香炉。这个来，这什么？麻椒。这个来。气枪，好，这个，买菜送什么？三鲜，好，这个来，滴答滴答滴答，好，这个来，嘿，黑色的，咱两个的专拿菜什么？红怎么讲？菜红梨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个很加管。哎，什么？奶奶。台湾最有名的珍珠什么？奶茶。你冰茶。这个来。哦，人讲蚵啊，什么？这个来。哦，什么？我就水，所以我常常安尼哦。照镜。这个来。这什么？哇！这大啊！红太以前，红太之前哦，迄落大海边哦，上，汪！小高哦，咱大口人上架徛在什么顶头啊？那要亲啊！不是，过来，进卡过来，进卡来！你想要跑？什么？两条卡。来，哦，咱高查人查某的来沙是安尼有无？这别一个迄叫什么？马甲。肚兜的。台语，不是，还是你怕死。我来讲。好厉害，这题好厉害。吹乱，甩身躯顶头这是啥？刷，顶头。第二个你是安尼？花洒，不是？你调这里调。头家都连掉。不是。第一个，这是第二，这是第二。好。袂歹哦，我们时间够啊。来，请。你要比的时阵哦，等下老师会甲你讲，你比的时阵你滚卖调家完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家内你无出来考我。我头先看伊比年题，我就惊，一直咧地。好来一下，好来看一下。好，恭喜我的大家得了15分咯。好，拄啊吼，有讲到真济，拢无啥会晓讲。拄啊，你讲迄咱古早时代走来像迄安那讲，来老师。拄则有讲到番薯嘛吼，番薯另外一个腔的讲法是番薯啦，番薯啦，嘿，拄则有讲噔，然后你讲点啊加嘛吼，这是即马的音吼已经有小可走去啦，本来的讲法是大妈加啦，嘿，大妈加吼，嘛有人讲说嘿，唔是迄个无办法，嘿，大妈加的迄个另外嘛有人讲是大妈油还是大妈糕啦吼，反正就是大妈这个音，唔过落尾拢走去，所以变做点啊加安尼，应该是大妈加。啊，佮拄仔讲的迄个是刀瓜，嘿，叫做巴肚
的倒吼，啊，迄干是一种丝啊就对啦，吼，以早拢是用迄丝啊啊软软迄布吼去做的嘛吼，嘿，啊叫做倒干，嘿，这可能即马较少人讲啊，较唔知影，嘿，当家记起来安尼，吼，啊拄则讲莲花头、莲布头拢会使，莲布就是迄个内面有迄莲子，嘿，迄个花棒就对啦，嘿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真好，真好。好，啊，唔知阮哦，阮咧蛋蛋的怎啊准备好啊？加油啊！好，来队长，来请，来就位，来15，哦15加油加油！来，你有两分钟时间，请开始。来，迄个我带一个某啊，阮妈妈要叫伊啥？新妇，来，哦，啊，这查某啉这吼，身材变足好诶。嘿，水果两个字，对，啊你说摕起面吼，啊要爱问啥？爱问啥两个字？牙膏，记得，哦，我要上班，我要坐公车。对，三个字，因摆买便当吼，啊拢会送一罐啥？三个字，对，哦，啊我腹肚疼，我要坐啥？两个字，要坐啥？对，哦，啊我即马迄腹肚枵吼，啊暗时。小鸭，除了食宵夜以外，我会再细行啊，对，过来，来，我吼要开车爱拍什么？对，哦，3个字，哦，我喙齿，我要甲人我爱食什么？哈，3个字，对，哦，我若做兵去抽着食，我会目屎会流出来。对，马桶，嘿，哦，我看到钟欣凌，我就想要食一种饭的啊！来，来，后一个，哦，这吼，你若染到头毛会落，哦3个字，第3个字是安尼，好，什么好？生，过来，这嘛3个字哦，我要煮饭哦，我爱穿什么？啊，较袂叫油喷掉。围裙， 3个字，围裙是2字尔，中间减1字。围裙，为什么裙？围裙长，围咱的安尼，围腰裙，我的心围缩裙，不是，我这是四肢嘛，我这是什么？花豆，围啊，不这买啦，哦，这是什么？我说这2个字啊，足够的，我会使弹琴大鹏展翅。第一个字是，第一个字。这是一个运动。好，这买好啦。时间到啦，上尾一题啊啦。恭喜小伟得到10分哦，嘛袂歹哦。好，咱有一寡问题来问老师哦，哈，来老师。嘿，拄则咧讲围裙嘛吼，当然即马足侪人拢讲2字尔，啊，搁再有讲围丝裙啦吼，啊，迄个丝吼算是身躯迄个躯共字，啊，毋过另外一个文言音叫做丝吼，啊，所以围丝裙嘛是一个讲法安尼吼。啊，拄则有一个是小可说明，虽然大家摇着，毋过迄说明小可无啥共款，就是讲黄霜雨吼，毋是讲互你落压着会讲会安怎，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是讲一直落，逐工迄个美语迄个意思吼，所以这毋是讲互你身躯安怎，头毛安怎，是讲一直落啊。当然会用黄霜来讲嘛，是讲啊落甲大家拢感觉安尼衫拢拍袂搭，吼，古早较无迄个烘衫机嘛吼，所以就过去个感觉就讲，衫拢安尼黄霜拢袂搭安尼吼。啊，过来就是上尾迄个风雷啦吼，风雷吼，迄是就是即马上咧做迄动作，迄个运动吼啊。台语的名，应该是迄种一个形容啦，迄个声吼，啊，迄个形，啊，所以用风雷来形容安尼，嘿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唔过真正拢真牛啊啦。嘿啦。因为啊，拄啊，咱有诶写的是咱的台语的正字，吼，就是像阮这，我就是果，我就是水，嘿，啊，就是这个水，果。袂使写高哦，还写真济拢是台语的正字，对，所以讲恁咧看的时阵可能较食来一点，吼，不过一只分数袂歹哦，咱来看一下无，我的大家，即马有15分哦。好，啊来咱这边的小伟咧，小伟嘛有11分，所以5请伫倒一边，5请伫咧大家这边。好，现在咱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，来。
抢答定国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当中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全国朋友，来，请出题。是什么话叫做全国朋友请出题？这回合就是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若是咧厝的，也是你的生活当中拄到什么较趣味的，你认为别人唔知，也是你家己唔知，拢会使用手机翕来，寄来咱的节目，是就变成题目出，互大家来用。所以讲等下是什么日常的啦，无就是生活的吼，啊无就是医药的，啥拢有。嘿，嘛出过数学的、文学的啦，法律的拢出过，是，咱即马第一位起来吼，我拄仔伫想哦，咱的名号名实在是足好笑，足好笑。我叫林美秀，吼，啊若是迄落，你若讲迄落华语就是林美秀。林美秀。啊，不过我拄仔是因为因两个啦，因的名足好笑的，嘿，你来看这边，来。Alice。嘿，Alice。爱丽丝。爱丽丝啦。油酸。爱丽酸，爱丽酸呐，好，第一条，啊，注意一下哦，这回合的奖金是1万块哦，所以讲拄啊5000度，安尼佫他起哩哦，是的，哦，加油哦，两位爱人选的爱人二罗爱拢加油哦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请手到咱来当试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郭大卫，今仔日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。中药这个丹皮是足好的治疗化痰的效果药啊，那感冒时阵嘛会当用来配药啊食。请问丹皮这个药啊是对一种水果的皮咧？请问丹皮是倒一种水果的皮咧？是丹皮哦，哈，来，咱请手答，讲讲止扫真有效。哎呦，赞哦！捌食过？有食过吼。有食过。啊，咱这边有食过无？有啦。干嘛？干嘛？确定吼？你确定？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干嘛？寒天爱注意健康哦。你敢知影陈皮是倒一种水果的皮咧？是丹皮哦，哈，来，咱请手答。不要紧，搁一届，咱请手答。青菜药。好来，无歹嘛。又看买，有讲过哦，水果哦，哈？干嘛？干嘛？确定吼？你确定？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干嘛？对。来分数。哎呦，恭喜哦，第2季有希望咯，得到1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，来，老师。大先爱先甲大家讲吼，伊这个名讲唔对音啦吼，伊这个爱用文言音来讲才对，叫做陈皮。陈皮，前的陈吼，啊皮做皮的皮，迄文言音啦，应该爱叫做陈皮。啊，这就是感冒吼，啊拍打啦吼，迄皮啊拍打，去处理的，啊，这是这个大家做时行普遍用的这个汉药材。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伊嘛有做咸酸甜啦。对。伊嘛拿做咸酸甜，听讲止扫真有效。哎呦，赞哦。是。好，啊，你哪会去约到？干嘛？捌食过？有食过吼。有食过。是。啊，咱这边有食过无？你是买药啊？有啦，伊唔是干那食药啊，伊是卖药啊，伊无食药。不要紧，分数摕起来较重要，加油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第2位是咱制作人，啊，甲咱的卖药的好朋友叫海丽啊。海丽啊。嘿，你看这边啊，吼，咱社会这边拢唔敢讲的。我拢有交代过啦。第2季嘛。我拢交代过。拢有交代过啊。海丽啊，你敢知安怎做啊？吼。唔知了解。啊，制作人，你的感觉伊安尼想法是对吗？当然哦，当然是对正确的。正确的吼，爱你哦，哦，跟我的爱你哈。所以讲你嘛免紧张，伊叫你袂当讲话吼，无啦，现在讲话啦。是。啊，毋过有家己一个重点要甲你问者，你会去看无？绝对会去看。是，啊，你的牛票。牛粉可以无？等下就知啊。对，1分1，2分2啦，不要紧，咱伫遮就是公司
一定爱免分啦。是好，第二题哦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讲车手答，咱来当试哦。加油加油啊！好，来，咱车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万寿洗衫店的师傅啦。洗衫阮都是专业的，但是伊当厝的洗衫时阵，敢有发现到你衫内底有这个洗衫的标签吗？要甲你问一个哦，像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？请问画面当中你看到这个图咧洗衫店内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来，咱车手答。好，两边来海咧。袂用行衫，袂用行衫，为什么是袂用行衫？迄个就是，要不然咱要讲，就是迄个图啊，就是行就对了。哦，好，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袂用去行衫？对。哦。开始啊，恭喜得了1分哦。你为着你的面子，我的未来咯。哎呀，我找厝边头尾看你的电影啦。哦。1分换5张票。书评下你家己处理。无啦，伊讲伊的找厝边换5张票。几个人？10个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安尼较有价值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哦，迄个型啊，就是烘衫机迄个外形看起来是四角的啦，吼，啊，迄圆安尼，啊，拍车啊，就是禁止嘛，吼，嘿，啊，一般因有诶，佫有迄一个圆点，也是2个圆点诶，迄个伫边啊，表示讲，若是干那一个圆点是讲60度以下，啊，若2个圆点80度以下安尼，吼，啊，但是就是拍车啊，就是袂使就对了，就是袂使烘就对了。好，因为平常时啊，咱拢真罕你去注意到这啦，是啊，若你厝诶有闲，你若要洗衫进前较好诶衫，你就看者，吼，伊拢甲你注明伫内面啦，吼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真刺激哦，咱今日换人哦。嘿，来第3位啊哦，拄啊，迄拢真简单啊，对无？是你捌看过？你洗衫时阵捌看？唔知呢。而且我遐佮讲，迄哦爱用手洗，因为迄是洗衫机，结果是袂使烘。是烘衫机。而且佮有红点我嘛唔知。我嘛唔知啊，够温度。伊是真济哦，真济度拢无共款哦，等下注意一下。够三角形的，啊，够水泡的。我讲，阮拢安尼啊，洗衫拢是迄落网啊摕来就个澹去了，关起来。啊，毋过有诶真正袂当用迄落啊，什么有无迄落冷洗。哦。有诶袂当用，有诶衫袂当用。啊，讲有一工我一领衫哦，我就甲洗啊甲烘干，哎呦。球甲敢若阮查某囝切，上尾我就知是油膜啦，嘿，袂使，嘿，迄嘛袂当用冷洗哦，嘿，冷洗上洗，送阮妹妹，送阮查某囝穿啦。哦，啊，只甲伊介绍 ，Alan 是踢骹球的国家队呢。哦，所以我无介意输的感觉。无紧，哦，你呛啥？无紧。我好惊恁朋友嘛？无啦，这秒伊就唔是我朋友。我讲下位交朋友拢交了唔对咧，真正。拢无要紧，你敢问讲要几张啊？几张？你有迄落房贷，我甲你拿无紧。是讲电影票啦。电影票要几张啦？我人也老人，老一队骹球队。一队骹球队哦。好，来看要牛啊唔牛啊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嘿，听我讲车手答，咱来当试哦，哈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白，今仔日来甲大家介绍土地公。咱拢知影土地公伯啊，敢若是咱的里长伯啊。咱若有啥物代志，拢会当去甲伊禀报，搬新厝啦，还是要求财啊、求平安，甚至是求咱的丰收，拢会当去找伊哦。啊，像咱旧历的2月初2的头月，咱嘛拢会传麻糍啊、传土豆糖啊去拜土地公，来念财，啊，互土地公食甜甜安尼甲阮保庇。啊，即马要来考大家，您敢知影土地公叫做啥物名？请问土地公的本名是啥物呢？哦，是啥物呢？咱车手答。哦，来，果然有咧运动啦。有福德嘛吼，有姓吗？有姓。张福德。张福德。应该是张吧？张福德。确定哦？确定无？好，张福德。好，老师是不是张福德？好，上面见。哎呦，你在哪里是丢？来，恭喜你得第2分咯。无啦，我有拉锯，小阿伯我拢讲好应该险胜。哦。
原来是安尼哦，啊你唔知影伊姓啥？好你家仔，我本来想讲就是好电尔，原来伊姓张。好你家仔，我差点讲伊姓张，搞我讲姓，所以我嘛不一定会答对。不要紧，咱即马都拢知影啦。对啦。不要紧，嘛要搁较知影较清楚的，咱请教老师。好，来老师。好，这张福德，吼啊，因为咱会看到讲有的土地公庙遐会写福德正神嘛，有嘛吼，所以名大家较知影，啊，无怪大家毋知影姓啥。遐尼久的代志，遐尼古早以前的官员啦吼，啊，毋过就是讲伊过去就是听讲做少年就做迄个总税官啊，做正直的一个官员啦吼，所以落尾互人怀念安尼就对，嘿啊，所以伊的名张福德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吼，伊姓张啦，福德安尼啦嘿。啊，若有闲的时阵，若想要保庇啊，身体健康啊，趁钱啊，拢会当去找咱新的电影上市嘛是爱拜者，有拢有，应该拢有啦。爱去保庇，咱要拍进前拢有，一定有甲请。对，保庇，对，是。哈，嘿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即摆少年时代确实也不得了。对啊，你甲看几岁啊？我50岁啊。哈，50岁来做当署长啦，吼，啊来即摆来发行咱的电影啦。嘿啦，啊伊看起来足可爱呢。嘿啊，啊，就做五路的嘛。做五路的，甲两位共款，我看起来足少年的。对，因为咱差不多30岁尔嘛。哎呦，啊袂啦，35。我安尼讲，不然大家讲差不多。哎，我差不多30啦，30岁。啊，那真正遐少年的是这里啦。你几岁？迄个未成年嘛。我40年，是40。哦，这看起冇40岁啊。系啊，好来，加油哦！真正有影爱拼一下事业，咱这边一定爱好看起来。好，当署长麻烦你啊，吼。第2分。嘿，来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加油！一定爱唱着哦，吼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叫叶天欣，我即马伫金融界，我要出一个题目，甲大家考。台积电是咱的富国神山，假使讲即马一个是480块，你想要买一张，安尼爱开偌济钱咧？若是股票一个480块，啊，你要买一张爱开偌济钱呢？哦，偌济钱哦，好，来咱请抢答。哦，来当署长。48万。48万。应该拢知吼。是。所以我会给啦。有这3字哦，拢应该有知影股市啊。平常时啊，拢有咧出入的。对。你讲偌济？48万。好，来老师48万对唔对？对。好来吼，48万分数。恭喜得到第2分咯！哦，这大家拢知啦，吼，是讲即马买较俗的款啦，吼，一张拢是安那1000股嘛，啊，所以一股吼，那480，吼，啊，就是看头壳断了有紧无，看计算机掉了有准无安尼尔，吼，嘿，好，恭喜诶！谢谢老师。哦，这股票实在是真困难嘞，嘿，啊，不过真正有影若无钱，唔通去黑白佚佗啦，嘿，有影会甲富林龙，嘿，爱投资，是，好。恭喜你哦！好，咱搁加油！即马平手啊哦，所以讲等下若是上尾一个扭起来，哎呦，一万哦！哎，加油！我本来就是讲希望讲两平平啦，不要紧，咱来拼一下输赢。加油！咱今日换人，是这电影内面啊吼，是无唔对，做后生上后甲，迄落啊大家哦来甲吓惊，伊来骗。所以讲，你即届嘛是共款安尼吗？我看到伊我就走呢。哦。因为踮咧电影内底伊是演警察。哦，因为自强哥哥是警察啦，对。哦。所以你有做什么亏心事吗？有来偷一几枪关啊。我唔捌做过好代志。喺电影内底唔捌做过正事啦。哦。遐代志拢是你就对啊啦。是，希望大家吼会当去迄落电影伊甲阮欣赏，吼，买电票甲阮。支持一下哈，好来手跟两个顶面，听讲请手答咱来当试哦，哈，好来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桂雅彤，今仔日要来教大家玉米菜。我的问题就是一个老花啊、老矮矮、厝前厝后保米菜，要互大家玉，伊是一款糖，是啥物糖呢？哦，有一种糖花哦，来咱请抢答。好来，又看麦。小胖应该上厉害。
第二部吼，嘿，第二季甲第二部，电影有第二部吼。安尼我知。好，这种糖哦，我常常演。哎呦，叫做米糖。波米胎就是你内底弄来弄去哈。哦，敢若牛啊，共款你剥物件的感觉，弄来弄去。你感觉是安尼哦？我感觉可能不是。但是你有米糖对哦。无一定啊，看卖啊就知。好，来，确定你的答案是米糖。米糖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咪米糖？唔对。哦，你安尼牛伤明显啦，对啦。好，来，咱检查啦。哇，烦恼啊我。倒啊。我搁讲一个好，这种糖吼，大基药啊，大部分拢米咧壁角。哎呦，壁角，你行咧路的看袂到，你倒顶卡无看袂到。壁角啦，阳台啦。还搁是哦？没。来，我凊彩有哈。帝都。哦，帝都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咪帝都？对。有厉害，不错。恭喜得到第3分哦！好，来，请老师来解说。来，老师。好，咱是一般拢甲猪肚当做糖啦，啊，毋过其实分类上，伊严格来讲无算糖，伊算是所谓的节肢动物这种的吼。啊，因为伊甲糖迄构造无共款。啊，啥哪会讲一个老伙仔老爱爱？有人是认为讲，迄猪肚迄个形啊，用咱人的目睭去看，讲，敢若一个老人的面伫遐安尼，一个虽然是做细只安尼，吼，迄个形啦，有人安尼感觉，啊，所以形容讲，敢若一个老伙啊。啊，过来就是可能大部分呢，互咱看到猪肚迄动作拢较慢啦，哦，毋是讲迄个像迄电影迄猪肚人安尼咻，所以迄个感觉，迄老伙仔感觉，啊，过来就是啥喏讲厝前厝后保米胎。迄个猪肚网啊，迄个形啊，甲古早咧用迄个台米的迄个米台啊，迄个形啦，形啦，形安尼啦，啊细康白白安尼吼，啊，敢若迄网啊安尼，所以用安尼来形容做米菜啦。好，来咱请回，来咱看一下分数哈。好，来先看阮这边，大家这边，得到3分哦，恭喜！啊，两个小伟的咧，小伟嘛袂歹，得到2分。所以举办去到一边，1万就爱踏在咱大家这边咯，来当做15000咯。哦，好，一直个踏起哩哦吼，咱这边嘛卖牛啊啦，吼，第3回合那个一直个踏起就对啦哈。好，今日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斗阵拼输赢，一定爱拼。我甲你讲，这就是咱10位哦，同齐要来拼。是。好，咱来问一下队长。嘿，你一直甲我看，到底 A、B、C 你是要安怎安排的？高家低啊低无买，我下接，无人买是话是讲哦，因为袂使一届大拢死去。对啊，无唔对，所以就可能有一寡人，若是感觉这对足有把握的，你来知我要讲啥？啊，若无遐有把握，可能就爱。分散，对，这是大家的想法拢共款，无你来问这边嘛是共款。来，小伟你感觉？阮遮无共，阮遮是靠志气的。哦，阮袂为着要拍第2部，阮就用精神哦，你精神啊哦，就甲我共款，第1场拢一定爱精神啊哦。精神啊，我输甲会惊啦。我去互因吼，大家即马。甲你配水暖，这届我们要迄个办回来。好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阿母吼，甲柑仔掰安尼一半一半，互我食。啊，请问一半橘子的台语安怎讲咧 ？A 一粒柑仔 ，B 一鼻柑仔 ，C 一硬柑仔。我是听人讲1万1万啦，啊，内底都无1万的选项啊。本来是讲1万1万嘛，真的。哦。上无可能是有可能，一粒是掠起来掠，安尼掠一粒。哦，听会敢大家讲的拢真有道理吼，但是道理伫倒我嘛唔知。第1题大家拢选无共，一半橘子的台语，佫会当安怎讲咧？
进入10秒的时间，来今日参详哦。真话拢有人讲，嘿，加油加油！哦，一半橘子哦，嘿，我是哦，这一半哦，这算叫生活当中的物件啦，嘿，然后拄着就是要讲啦。是，好来，A、B、C 都选。 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时间到，来请起答案。请起答案。好来。哦，好，确实有影拢无共款哦。吼，不过打一个是箭数较对咧 ，CBCBA， 吼，啊这边是 CCBAC， 吼。哦，来，我要问一下队长，你啥来选 A？ 其实老实讲，我感觉是 B。 哦，啊，不过念，我感觉唔是 B， 是，所以我想讲，安尼就分散风险。安尼甲分开就对啊啦。啊，我感觉应该唔是 A 啦，啊，不是讲 A 一个人等下嘛可能啊可能。是，啊，你无听妈妈讲过吗？是安那，妈妈有讲过这无？一比一比啦，一比哦，一比安尼，是，好，啊，那是咱的 B 咧。 我是听人讲一万啦，啊，内底就无一万的选项啊。迄较简单的就无写出来。哦，较简单的无写。较常听到因为这较罕你听到。对啊，是。真正足罕你听到。嘿，啊那咱4个代表就是咱的制作人哦，哦，制作人慧玲姐姐，你感觉是实用？真话啊，真的，真的，甲真话拢有讲的。对，真话，本来是讲一半嘛，真话。哦。 吼，念起来较有影下文嘞，这定定讲，才会知吼。来，咱来看一个，是安那队长小伟啊，你死咧。啊，因为阮头拄阮讨论了吼，其实大家意见拢无共。嘿，啊，我就听一个较有迄个讲台语的朋友吼，那我啦，伊讲真诶，我就写真诶，反正阮大家。 阮的迄个答案拢无共嘛，是，反正嘛是分散风险，拢甲分开就对啦。无唔对，即马内面就敢若 A 甲 B 无共款啦吼 ，A 的嘛是选 A 嘛吼，是你捌听过阿嬷讲过啊？是安怎？我是感觉无可能，上无可能是有可能，但是我嘛是爱讲者为啥物？因为我是感觉讲你一粒是掠起来掠。 一粒，哦，较好掠，安尼掠，哦，一粒一粒。会啊，听听，敢若大家讲的拢真有道理吼，但是道理伫倒我嘛唔知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终于选 A 啦吼，哦，真有车标，麻烦 CB 甲我试促销。唔是 A， 请试促销。哎，来。哦，伊 B 咯，乡亲朋友啊，有这第一名哦。嘿，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 好，这个单位吼，伊的音是了伊暗念，是念嘛吼，啊后壁有迄个感嘛是啥物过节的时阵，伊就是叫做爱降低音，就叫做一念感嘛安尼啦吼。啊一念感嘛，这个是一种讲法啦，当然大家较常听到1万嘛吼。啊，这个其实念嘛有用伫足侪无共所在，毋是干那用伫遮啦。啊，若用伫遮来讲，就是讲咱会讲是菜色果子，甲切一片一片，迄个形就是算一念。安尼啦，吼啊是讲杨桃迄种的，就是伊安尼吼，迄种型的杨桃几念安尼有无？吼啊，所以若即种讲法来讲，这3个单位是干那 A 上适合。啊，因为这个一笔一笔无用伫遮啦，一笔一笔是用伫咧讲金蕉有无吼？金蕉几啊硬几啊字安尼。 叫做一片，嘿，啊，也是讲乌鱼子啊，什么鱼子啊，迄种诶，迄一笔一笔安尼，嘿，是用伫即种所在，吼，用一笔。啊，过来上尾第3个是叫做一硬嘛，吼，一硬是较侪人讲，啊，当然嘛有人讲硬，吼，啊，甚至嘛有人讲过，吼，啊，就是即个单位是用伫咧，亲像讲豆硬。 吼，啊是讲亲像就是有壳的，比如讲迄个土豆，嘛是会当讲真硬，嘿，啊所以这是无共的用法，啊当然硬嘛会当用伫金蕉真硬、一字，吼，这拢是会当用啦，啊就是这3个选项内底一念是上适合安尼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即摆真恭喜诶，一边一个尔咧，咱第一呢，加油呢，加油！我的好朋友哦，吼，加油咧，我的好朋友哦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点光明灯会当互你保平安，啊嘛有甲光明吼照光前途的意思啦吼。啊，你敢知影倒一种人是袂使点光明灯的咧？
A 3岁以下的囡仔 ，B 犯罪的人 ，C 已经过往过身的人。嘿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请开始。啊对啦，要过年啊吼，大家拢会记咯，4秒吼。无唔对，去点光明灯啦。嘿啦嘿啦，点光明灯。是。嘿嘿，应该知影啦吼，因为要过年，大家拢有咧看啦吼。来哦。这没辙。因为咱都要向前看嘛。大家拢知啦。讲前途爱光明嘛，向前看吼。好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起答。哎呦！你感觉是 C？ 为什么是 C？ 因为制作人讲应该是 C。有咧点的。去啊，要搁点啥？对啊。点别项。哦，对，点别项对。因为惠良这有拜拜。哦，有咧哦，这个。好，啊那咱这边。我这若是选 A 或 B 吼，迄个伤明显啦。哦。啊，因为头先有讲到重点嘛，就是你前途爱公明在面嘛，无唔对。啊，过身的人目前就是无前途啊啦。哎呦，有影咧吼。对啊，啊你要点咧公明顶就是无意义啊。啊，无想过讲是3岁囡仔，伊佫唔知影代志呢。啊，但是有前途啊。对啊，3岁佫有前途，未来路佫再远呢。对啊。是，好，来咱来看一下哦。是吼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是，两队拢有公平啦。好，后来咱哦来这边 是啦，啊这嘛是这边嘛是1-1嘛吼。后来咱听老师解说。好，这应该大家拢真知影啦。啊，就是讲咱这个风俗，这算作是道教的这种风俗吼。啊，就是对这个还搁在生的人吼，啊有这个会当求福气这种的意思。啊，若对已经过身的人吼，咱一般会用伊的名来做好代吼，啊接公着安尼的方式，所以是无共款的方式啊，所以是过身的人就无所谓讲点光明灯这个代志啊。嘿，无唔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即摆两边拢公平啊哦。好，来，真好，咱搁继续拼公平吼。来促销。请起后一题，谢谢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句话叫做“新妇甲大家长在”，是咧形容人安怎呢 ？A. 新妇甲大家袂合 ；B. 就是有家己的癖步 ；C. 就是袂扑假扑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大家，个大家灯仔。这边有大家啊。哦，这边有大家啊。对啊。这边。哦。这边有新妇啦。灯仔是转运哦。就是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 B 哦。好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起答案。吹嘞。哎呦！对哦。再问一个。来，我问一个，你感觉是？我感觉这组人讲啊足对的。安怎讲？因为伊讲灯仔的意思是应该是大家甲新妇登载，即摆新妇要甲大家登载，对吧？袂扑假扑。对，就是假熬啦。但是有可能是袂合。袂合哦，袂使是袂扑假扑。所以讲，恁感觉是袂扑假扑，对，假熬。吼，好来，咱这边。袂害，咱听伊讲的吼，来袂害。拢是大家甲新妇嘛，吼，对啊，传统。啊，你即马新妇才变过来啊，对，啊，就代表讲两个人一定会袂合。啊，就哦，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啦。对。我一定新妇甲大家打手游啊。哦。阮的题目就是灯仔啊。对，咱来看灯仔啦吼。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恭喜！后来咱这边麻烦请起失败。好的。哦，真好。1-0啊！咱来听老师解说啊哈，来老师。我拄仔想讲是泡菜，我想大家这队若这条讲唔对，我怎讲大家这队应该知影啦。对，应该知影。这做人的直觉无唔对啦，因为灯仔就是咧替拄出世的迄婴仔有无？加灯仔大，这个代志叫灯仔啦。哦啊，一般来讲，当然这就是咧讲较有经验的人，哦，应该是教迄个较袂晓啊。所以若做讲倒饼啊，尤其是灯仔这项代志，哦啊，所以变做讲就是安那袂扑假扑，就讲袂晓啊假熬安尼，嘿，所以这边的答案对啦，吼。好，谢谢老
分数，来看咱大家这边。大家这边真正是大家，所以讲有1分啦。咱小伟咧，阮家就是卖扑克，伊就是蛋啦，连分啦。坚持要连分就对啊啦。对对。好，咱即晚2万块你倒一边。 2万块就互咱的大家咯。跟咱第1回合、第2回合、第3回合，加起来，即卖拢总的奖金是35000块。好，今日是咱的下奖金游台湾。下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下奖金游台湾，咱今晚奖金偌济？咱今晚奖金有35000块啦。那一题几秒？咱若1000块会使换1秒，所以35000块会使换35秒。35秒，哦，35秒敢唔够？佮给恁30秒，安尼好无？咱有65秒哦。65秒哦。咱今日要去倒游台湾？咱今仔日要介绍大家用迄个好食的点心来游台湾。哎呦，请大家等下看相片，讲出这是什么款的台湾上出名的早顿。爱试食才讲嘛。嘿，一定爱试。无啦，我无这里好不？你65秒你袂好食。互你演就好啊，吼，看相片就好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问台南这是什么早顿3万1枚。啊，正确。来，够紧嘞。来，啊，中华嘞。这是空白分，正确。正确来。过来分林。米沙哥。啊，正确哦。金门最有名爱配油炸粿。嘿，金门咸豆奶是吧？不是，怪大家哪会遮高啦？35000块会当提走偌济咧？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问台南这是什么早顿？3万1枚。啊，正确。来，够紧嘞。来，啊，中华嘞。这是空白分，正确。来，过来分林。米沙哥。啊，正确哦。金门最有名爱配油炸粿。嘿，金门咸豆奶是吧？不是，伊内底吼3百米，有皮蛋啊，不是3百，另外一种讲法。咸梅。啊，正确会使。好来，过来。骂完。这里唔读啊。徛一排，来。我来，咱徛一排。嘿，拄啊吼，拢讲来诚正确。系啊。知影拢知影倒位嘛吼。啊，不过有的音敢若无啥对。咱来问请教老师吼，来老师。好，咱这个梅，咱拄则敢若几啊位拢讲梅的感觉吼，啊，其实是爱偏音梅啦吼。啊，梅是上侪人讲，啊，不过嘛有寡所在无共口音的。嘿，亲像这种咱偏传的会讲梅还是无吼。啊嘛有较特殊的台南高雄，其实是讲梅。嘿，对，就这个讲法吼。啊，迄肉丸嘛无共款，咱迄屏东这个是算做用吹啦吼。嘿，啊，中华话是用煎的嘛，用煎的煎的安尼嘿。啊，所以就是讲这有无共款的这个口味，诶，大家会当安尼游台湾来试过食出名的早顿。是。嘿，老师拄则有一个金门的。金门迄个梅，伊是讲咸梅。诶，咸梅这是算做讲大家较熟悉，虽然讲甲台湾的咸梅其实无共款啦。啊，不过因为当然这有一个咱直接讲广东州的这个广东梅吼，嘛是有人讲啦。嘿，啊，但是我有问一寡老辈，因是讲啊，这都咸梅。对啊。所以就是讲两种拢有人讲安尼。有南嘛拢讲咸梅。哎呀，咸梅啊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来，看这分数哦。哦，因今嘛还够有完整的35秒，所以得了35000块啦。好，咱今晚今日去颁奖。
唱哦，都要先唱电影啦，当时要报啦，咱介绍一个，好来，嘿，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？第1月13号，1月13，嘿，就只啊希望大家老丁就老卡，阿公就阿嬷，爸爸就妈妈，就妈妈就客兄爸爸去哪？做为你来电影伊来对我来笑笑。阮这组人讲，伊讲伊希望做的戏每一部拢会使互人感觉足温暖的。希望这个兔年咧，兔年安尼。兔年，大家看完了心情拢就会心花开，赚大钱，身体健康，大家好无？好，接下来谢谢咱的冠文老师。感谢咱辛苦的陈鸿辉陈老师，感谢。做伙讲台语，全家有智慧。全家有智慧。斗阵拼台语。互你大家拢欢喜，欢喜啊！